爸的长白湾说么啦的，哎，你讲白米的那不得啦？我那边哦，我这里还把长白湾呢，都上里了，长白湾那边的讲是给标的，都讲呢，我啥的。你妈这天天说呢，到底今天到底离的长白湾了，俺明天把我低进来。哎呦，小弟妹，老面没弄，到这个代表呢，离的撇多对了。啊，老嘛呢，我晓得没弄样的。阿妈那个白天嘛打嘛喏，没弄没那讲你干那边啊，都少东家没那讲啊。谁看到没？讲那第看到没？啊，老俺那还把那讲没好多都骗你啦。考察呢啦吧，要考来说的，人考察一路的包他，那我们说呢呀嘞。Nice. 民众那扫笔啊，人家看没有扫笔呢，俺是管的俺让我们扫笔，民众那扫笔呢，民众人拿差别啦，是不如这个阿姨多，侬嘞。